只有13萬人入場，比頭2日平均入場人數21萬大幅減少。我哋發現喺園區內嘅部分遊客缺乏公德心。有學者就認為，搞一次世博唔能夠一下子令到民眾變得文明。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係上海世博主題口號。開咗幾日，見到嘅係遊客無視展館規矩，有人喺度揀展館嘅裝飾石頭返屋企紀念。草地就開出一條泥路。日本館派線，好多人一啲都唔客氣。世博係咪亦都能夠令到中國人變得更文明呢？為咗了解下中國人有冇因為世博提高咗公德心同埋同情心，我哋做一個小測驗。嗱，將我袋咧打開晒個口佢，咁睇下過幾耐先至有人嚟提醒我。喺世博園區嘅廣場一直都冇人理，特登喺啲人前面行，一樣冇反應。連義工都冇嚟到。試咗23分鐘，始終冇好心人。有學者話，中國人嚴重缺乏公共倫理教育，唔係辦一次世博就可以改善到。下一代人总是以自己的家长作为榜样。当我们看到镜头里面家长在那里捡石头的时候，那孩子当然也就在那里捡石头。世博没有形成这样一个，就是把文明和内在的教养和气质作为人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。佢又話：上海已經較其他城市文明，但係教養仍然有待改進。無線電視記者林子豪上海報道。內地今年內第3次